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52章1到15节。以赛亚书52章1到15节，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信息，因为上帝的拯救已经来到。他说：耶路撒冷醒起来吧，再坚强起来吧，锡安的圣城啊，你们要披上荣美的衣服，异族的人不再任意进你的城门，因为上帝的拯救来到了。耶路撒冷，你们要挣脱一切的束缚，从那个哀哭让你们沮丧好像在死亡当中的尘土中起来，要登上主所预备的宝座。你们的心要从那被捆绑的锁链里面得着释放。这是上帝带来拯救的好信息，而这样的信息正在对那些被巴比伦统治已久的这些以色列民来说话。你相信上帝的拯救吗？上帝的拯救必要来到，而且可能很快就要来到。当你愿意相信，你的心就能够醒起，你的心就能够再次坚强。上帝继续讲，你们被卖为奴的时候，并没有人付给你们代价，同样你们得自由的时候也不付钱。你们到埃及寄居是自愿去的，可是亚述人用武力把你们掳去，一个钱也不付。现在在巴比伦发生了同样的事，你们是俘虏，他们并没有付给你们什么。上帝让以色列人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恶被掳去，然而神的拯救临到，在这里说到你们得自由也不付钱。其实他们得自由不是付钱不付钱的问题，而是他们没有为这罪付上代价，因为上帝赏赐给他们弥赛亚，弥赛亚为他们付上代价。在今天经文的后面说到的第4首仆人之歌，一开始就说到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是第4首的受苦仆人之歌。在这里今天的经文范围里面就讲到，这位仆人，这位特别的仆人，被拣选的仆人，他无佳形美容，他的容貌憔悴，几乎没有人的形象。人以为这位弥赛亚是那高高在上弥赛亚，但是这弥赛亚却是为我们憔悴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用人想不到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。在今天我们都领受这样的恩典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，使我们领受这上好的福分，在上帝永远的恩典当中。在今天的经文继续说到，那穿山越岭而来的使者，他的脚中多么佳美，他奔跑来报好消息，报和平的好消息，得胜的好消息。他对锡安说，你的上帝掌权了。是的，上帝他掌权了，如今他已经全然掌权了，过去他也掌权，未来他仍掌权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现在的环境吗？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从自己的眼光跳脱出来，用永恒的眼光，用救恩的眼光来看见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拯救的好消息。而我们领受这样福分恩典见证的人，也要将这消息传报出去，因为那传报佳音的使者所报出来的好消息，真的是让人的生命得着安慰，让人的生命转向上帝，转向上帝的拯救。在这当中，每一个人都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拯救的，我们是被上帝保护的，我们是被上帝带领的。而这样的人，当他们要离开巴比伦，就是离开上帝审判，进入到上帝的拯救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像那些就好像要像那个扛抬圣殿器物的人。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是自洁的人，
他们不是用逃命的方式向前走去，而是他们知道在前面有上帝领导他们，在后面有上帝保护他们。人若自洁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人非自洁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让我们经历上帝的拯救，我们也要活在主心意中的圣洁，叫我们的生命就在那圣洁当中经历真实的平安，不让罪恶来搅扰、来控告、来引诱我们脱离上帝的拯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，因为上帝要拯救我们，他要领导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的能力释放，在主里面的好消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这先听见福音的人。主，你不只是让我们听见这福音，你更是兴起我们，叫我们要坚强起来，相信主你带来这拯救的好消息，让世人都知道主你掌权了。主，是你在掌权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你，是你在掌权，主你说了就算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各样的境况当中，主若是知道相信你掌权，主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事情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才是那个定义的主，你才是那个让我们知道前头的路该怎么走的主，你才是在那后头保护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才是那个拯救我们、为我们付上重价恩典的主。主，我们要来投靠你，我们的心就要得到自由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得到盼望，我们就能够在这世界上成为那报好消息的脚踪，报好消息的使者。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每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让你成为在这世上报好消息的，也在这世上经历上帝的赐福、拯救、安慰、扶持。我是世谦牧师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